为了要让学生囡仔会当认捌到传统文化甲节日，嘉义新港月牌国小配合着台湾活力脑化推展协会，伫咧中秋进前呢，甲社区时代做伙来做月饼，抑个白油啊，希望透过脑油供应活动，照顾社区的时代，也会当培养囡仔社区关怀概念。学生囡仔甲社区的长辈做伙比赛白油啊，有的囡仔脚手较慢，社区的长辈哪教哪斗3工。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邀请各小的学生囡仔，陪新港乡甲鹿草乡的社区长辈提早来过中秋节。甲阿公阿嬷一起用油啊，就好耍的，会帮助我做伙。另外就讲会使去关怀别人，帮助人的一款代志安尼。长辈对着老师的指示，一步一步来做往来数，谈好了后，才阁送给大家。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透过社区的力量，配合学校的教育，用老幼共融的活动，让每一个人拢会当用家己的力量，来让社区的长辈感觉温暖。有很大的帮助，而且他们会很有成就感，所以我们社区的长辈都很喜欢参加这种活动。大家做伙来关心独居的长者，当你社区生活过程中能够跟社区一起融合。那小朋友们也一起来关心我们的长者厝边隔壁内底有独居的长者，我们都一定会关心。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表示，刷来协同志工会伫新港甲鹿草两个乡镇，同时加强300多位独居弱势的长辈，希望伫中秋节进前结合社区来发挥关怀甲服务的力量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